而家我哋會進行一個靜觀觀看練習。首先，請你用一個自己覺得舒服嘅姿勢站立，慢慢合埋雙眼，深呼吸，感受空氣進入同離開你身體嘅感覺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張開眼睛，將注意力帶返嚟當下你身處嘅環境。而家，邀請你可以試下觀賞周圍嘅環境，無論係室內室外，任何景物都可以，讓視線自由流動。你可以由下往上，先注意地面，再慢慢抬頭，左右欣賞周圍嘅景色。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，可以嘗試喺你所在嘅位置附近移動，欣賞眼前嘅景物隨住你嘅移動而不斷變化。喜歡嘅話，亦可以將視線停留喺感到好奇嘅地方，嗰個自己感覺有興趣嘅部分，去更加細緻咁觀察，究竟呢度係點嘅呢？甚至用一個好似第一次睇呢樣嘢嘅態度，去好奇下佢嘅顏色、光澤、紋理、形態。如果喺日常生活中，有時候想放鬆一下，靜一靜，可以好似啱啱呢個練習咁樣，有意將注意力放返去自己嘅視覺，去欣賞眼前嘅事物，或者已經幫助到自己稍為喺繁瑣嘅生活之中安定心神，讓自己重新連結於此時此刻，並且感受當下身處環境嘅美好。